社區用心培育青少年醒獅隊伍。喺呢度，亦都係我哋智蘇女文化節嘅初心，傳承文化。請欣賞我哋均安文化站同埋沙頭社區青少年鑼鼓班嘅鑼鼓表演，大家掌聲歡迎！鑼鼓鏗鏘，聲聲有力，少年鑼鼓節奏明快，氣勢十足，充分展現咗我哋均安沙頭新生力嘅傳承廣府文樂嘅活力。感謝呢班青少年鑼鼓班。